民國13年，三水縣白泥鎮陳家圍，6月天時，日頭獨過火屎，成個月冇落過一滴雨，田裂開一道道口，禾苗垂頭喪氣，連村口榕樹頭嗰口過百年嘅老井，水都退到落井底3尺深。以前打水，竹竿放落去就掂到，而家要接多2碌長竹先得着，一擔水上返嚟，逐過泥水，要程半日先飲得。陳家圍幾百口人，食水就靠呢口井，井邊立過碑，刻住萬古清泉4個字，係光緒年間村中父老夾錢起嘅，幾十年嚟，井水冬暖夏涼，從未乾過，從未污糟過，啲水甜過糖水。隔離幾條村嘅人都識得讚，所以縱然旱成咁，村長陳德望都話唔使驚，我哋陳家圍有井神保佑。話口未完，出事啦！6月初5，天蒙光，雞啼過3巡，陳伯個新抱阿珍紮起辮仔，擔住2隻木桶，行去井邊打水。佢嫁入陳家圍2年，日日都係咁，摸黑起身，擔水、煮潮、餵雞、洗衫，做到腳踭起繭。呢日佢挨住井欄，將竹竿駁好，吊住木桶放落井，桶底撞到水面嗰下咚一聲，佢習慣咗，拉上嚟嗰陣，阿珍覺得手頭重得唔尋常，佢以為撈到塊大石，用力揼多2揼，繩索勒住手掌心，勒到發紅，佢咬實牙關，逐寸逐寸扯上嚟，竹竿彎到就快斷，拉到離井口得返2尺，佢伸頭一望，佢見到桶入面搭住一隻手，白得發青嘅手，5指微屈，指甲縫塞滿黑泥，指節腫脹，皮膚好似浸咗3日水嘅豬皮，皺晒、抱晒。最嚇人嘅係佢嘅指尖喺度微微屈動，一下又一下，好似想抓住桶邊爬出嚟。阿珍哇一聲嗌出嚟，成個人向後撻落地，木桶由半空甩落井邊，砰一聲，水潑濕晒佢條褲，嗰隻手跌咗出桶，攤喺井台青磚上面，仲喺度慢慢屈埋手指，收成一個拳頭。阿珍嗌到聲都插埋，連爬帶滾，一路嗌一路跑返村。井入面有手，井入面有手。冇半個時辰，成條陳家圍震動晒，擔住鋤頭嘅，挽住菜籃嘅，抱住細路嘅，連瞓喺床養病嘅都叫仔女扶出嚟，湧到榕樹頭圍住口井，百幾人賽埋一堆，你推我擠，個個伸長頸睇。井台青磚上面嗰隻手仲攤喺度，村長陳德望由祠堂趕過嚟，撥開人群行到最前。佢着住件灰綢短褂，手揸水煙筒，眉頭皺到夾得死形。佢彎低身，用煙筒篤咗篤隻手，硬嘅、冰嘅，手指已經屈定咗，再冇喐過。佢擰轉頭問阿珍：你真係見到佢喐？阿珍面青口唇白，成個人仲震過電報，聲都變晒。村長，真係㗎，佢喺桶入面仲屈手指，我親眼睇到㗎。人群入面即刻炸開晒。賣豆腐花嘅陳四嬸撥住葵扇話：哎呀，呢啲係水鬼揾替身啊！舊年浸死嗰個外江貨郎，佢話過死都要返嚟揾人賠㗎。喺墟市劏豬嘅大隻強翁聲翁氣，我聽人講井底有條地道通去河涌，可能係嗰邊衝過嚟嘅死人。後生女阿蘭細細聲同隔籬講：你話會唔會係村尾姑婆屋嗰個自梳女阿恩？佢上個月先話過井水有腥味。眾人越講越驚。越傳越亂，有人話要即刻陷住井口，有人話要請道士嚟驅邪，有人話要全村一齊去祠堂上香求祖先保佑。幾個膽大嘅後生仔揾咗條長竹篙撩起指手，掟入個木盤度，再用布冚住，抬去祠堂等處理。但井底呢？井底黑蒙蒙嘅水影入面，隱約見到一團更大嘅黑影，浮下浮下，似係一個人形。井底仲有嘢。守祠堂嘅福伯指住井底大叫。佢老花眼睇唔真，但見到水影入面有嘢喐，幾個後生仔再放竹篙落去撩咗幾下，撩起一撮黑黝黝嘅頭髮，又長又亂，纏住竹篙頭，扯上嚟嗰陣仲滴住水，散出一陣泥腥味。呢次連村長都變面啦，佢即刻叫人用祠堂門口嗰塊舊石板冚住井口，再貼咗3道黃符，符上面用沙畫滿彎彎曲曲嘅字，話係鎮邪。佢大聲對全村人講：由今日起，任何人唔准再掂呢口井，等我去請道士返嚟作法。搞掂之前，大家去河涌啖水食。人群散開之後，太陽都升到半空，照住井台上面一灘濕漉漉嘅水漬，照住石板邊壓住嘅3道黃符，成條村籠罩住一陣怪異嘅死靜，連狗都唔敢行近榕樹頭。呢個時候，人群外圍有個後生仔企喺祠堂牆邊，望住嗰塊石板，
望咗好耐，佢就係冼阿義。冼家喺陳家圍屬於雜姓戶，成條村9成都姓陳，剩低嗰1成都係呢幾十年陸續搬嚟嘅外姓人。冼家就係其中之一。阿義阿爸冼大榮10年前幫村長起新屋嗰陣，由棚架跌落地摔死咗。阿媽捱病捱到上年都走埋，剩低阿義同佢大佬冼阿大兩兄弟住喺祠堂邊間爛泥磚屋，屋頂漏水，牆身裂縫，落雨要用面盤裝水。阿大30出頭，生得牛高馬大，力氣大過蠻牛，以幫人挑水擔貨過墟為生，一日搵得2餐晏晝。阿義細大佬2歲，人精靈，手腳麻利，細個讀過2年私塾，後來冇錢交束就冇讀，幫人補鞋整遮，搵幾文碎銀幫補家計。兩兄弟窮到褲穿窿，但感情極好，從來冇嗌過交。阿媽臨終前拉住佢哋兩兄弟嘅手，講咗句兩兄弟一齊頂住間屋，佢哋記到而家，刻喺心口度。阿義望住井台邊散落嘅幾滴蠟跡，眉頭皺起。佢補鞋補得多，認得蠟，呢種蠟唔係普通燈油蠟，係戲班做道具嗰種硬蠟，熔點高，唔液化。佢好肯定，頭先隻手跌出嚟嗰陣，井台邊冇蠟跡，但啱啱人群散開之後，佢見到石板邊有幾滴半透明嘅蠟，仲未乾透，邊個留低嘅？佢行埋去，蹲低身，用指甲刮起少少，放喺鼻尖聞，有陣樟腦味，混住淡淡嘅沙味。佢心入面打咗個突，但冇出聲。呢個時候，佢大佬阿大由人堆行過嚟，一手拍佢膊頭：細佬，你仲睇乜？快啲返屋企，我哋都要諗下去邊度擔水。阿大額頭冒晒汗，衫領濕咗一圈。佢啱啱幫陳伯擔咗2擔水由河涌返嚟，膊頭壓到紅晒。阿義望住阿哥，見佢眼神有啲閃縮，唔敢直望井台。阿義問：阿哥，你啱啱去咗邊？阿大頓咗頓，話：幫陳伯擔水啫，仲去得邊？快走啦！呢度斜門。兩兄弟行返屋企，經過榕樹頭，幾個三姑六婆仲圍埋一堆喺度傾，講到口沫橫飛。一個話井底一定鎮住條蛟龍，而家旱天，龍翻身所以伸手出嚟。一個話係村長上年趕走嗰個乞衣婆返嚟報仇。一個話聽講對岸梁師傅識得收鬼，不如請佢嚟睇下。阿義一路行一路聽，記低每一個人名，每一句傳言。返到屋企，阿義坐喺凳上面，對住堆未補完嘅爛鞋，腦海入面轉過不停。佢諗起幾件事。第一，頭先阿珍嗌到拆天嗰陣，佢由祠堂邊跑出嚟，見到胡麻子嘅身影由榕樹頭匆匆離開。胡麻子係墟市賣雜貨嘅，呢個時辰佢唔喺墟市擺檔，嚟陳家圍做乜？第二，佢記得尋日黃昏，佢去河涌洗衫，見到阿哥拎住一包油紙包嘅嘢由對岸搭艇返嚟。佢問阿哥拎乜？阿哥話買咗幾把新鞋刷。第三，月光光嗰晚，佢隱約聽到阿哥半夜起身喺天井劏竹，劏咗成半個時辰。第二朝地下留低一紮竹篾，佢當時以為阿哥整水桶，而家諗反，竹篾嘅長短好似同井台邊嗰幾滴蠟跡嘅位置有啲關聯。佢唔敢肯定，亦唔敢問阿哥，佢太清楚阿哥嘅脾氣，越問越唔講，焗到最後先爆出嚟。阿義決定自己睇定啲先。當晚，村長請咗隔離鎮嘅道士嚟，道士着住件破舊道袍，拎住把桃木劍，喺井邊又跳又叫，燒咗幾沓黃紙，撒咗一輪米，最後企喺井台前面，對住石板念咗一輪經。圍觀嘅村民大氣唔敢抖。睇到道士收咗工，村長行埋去問：師傅點樣？道士面色發青，額頭滴汗，將村長拉埋一邊，細細聲講咗幾句。村長面色一變，再問多2句，道士連連擺手，話：呢壇嘢我搞唔掂，你哋另請高明。講完連法事錢都唔收，執起包袱即晚就走咗。村民更驚啦，連道士都搞唔掂，即係話井入面嗰啲嘢唔係普通嘢。第二日，阿大食完潮，着對新草鞋，行出門口。阿義問：阿哥，你去邊？阿大頭都唔回，去墟市睇下有冇木桶賣。口井封咗，大家都要買新桶去河涌擔水，趁機搵2餐。阿義見阿哥拍拍褲袋，袋入面脹卜卜，似係藏住一包嘢。佢冇出聲，等阿哥行遠咗，偷偷跟喺後面。阿大冇去墟市，佢轉入村後嘅荔枝林，沿住小路行到河邊，跳上鄭伯嘅橫水道，過咗對岸。阿義匿喺草叢，望住阿哥嘅背影消失喺對岸嘅竹林入面。嗰邊有乜？除咗幾塊爛田，就係梁師傅嘅工場。阿義心入面落噔一聲，佢返到村口，
見到井邊圍住幾個細路仔，其中一個係福伯個孫阿榮，得8歲，膽大包天，趁大人唔為意，攞支竹仔由石板邊嘅罅隙撩入井底。阿姨行過去想喝住佢，但阿榮已經撩到嘢，竹仔勾住一撮頭髮扯上嚟，頭髮纏住一隻白色嘅蠟做嘅手指頭，手指斷咗一半，截面露出入面空嘅蠟殼嘅痕跡。假㗎！阿榮瞪大眼望住指蠟手指，阿姨一手搶過嚟，蠟手指仲帶住井水嘅冰涼，佢反覆睇咗幾遍，呢隻手嘅質地、顏色、氣味，同佢頭先喺井台刮到嗰滴蠟一模一樣，分明係人做嘅。但係如果白色手係假嘅，咁阿珍見到嗰隻會屈手指嘅清白手呢？如果嗰隻都係假嘅，點解佢會自己喐？阿姨將蠟手指收埋入衫袋，喝走幾個細路，叫佢哋唔准再埋井。佢企喺榕樹頭，望住井台上面嘅石板，望住3道黃符，望住樹下一堆堆議論紛紛嘅村民。佢知道呢件事唔係鬼，係人，但係邊個人？為乜？阿哥過對岸做乜？胡麻子點解會出現？井台邊啲蠟跡邊個留低？阿珍見到嘅喐手又點解釋？阿姨揾唔到答案，但佢隱約覺得阿哥瞞住佢一啲嘢，而且呢啲嘢可能同10年前阿爸嘅死有關。晚黑，阿姨坐喺屋門口補鞋，阿哥返到嚟，一身汗，笑笑口話：墟市啲木桶賣晒，聽日要早啲去先搶到貨。阿姨望住阿哥，見佢草鞋底沾住紅色嘅泥，對岸梁師傅工場後院嗰種紅泥，阿姨冇拆穿，只係話：阿哥，你飲碗茶先，我煲咗綠豆沙。阿哥接過碗，飲咗2啖，忽然停手，望住阿姨：細佬，你今日有冇去井邊？阿姨若無其事話：去過，見到幾個細路喺度玩，趕走咗。阿哥唔一聲，繼續飲，但手腕有啲震。兩兄弟冇再講嘢，月光照入天井，照住地下嗰堆竹篾，照住牆角新買嘅1包蠟燭。阿姨望住嗰包蠟燭，再望住阿哥嘅背影，心入面亂過灶頭嘅蟻。半夜，阿姨瞓唔着，起身去天井屙夜，經過阿哥間房，佢聽到入面有細細聲嘅磨刀聲，嘶嘶一下接一下。阿姨貼住門縫一望，見到阿哥坐喺床邊，對住盞油燈，用塊磨刀石磨緊一把竹片刀，竹片削得薄過紙，尖過針。阿哥面色繃緊，嘴唇抿成一條線，眼神係阿姨從來未見過嘅，又狠又慌又決絕。阿姨縮返入房，成晚冇過眼。佢望住天花板嘅裂痕，腦海入面浮起阿爸嘅樣，浮起阿媽臨終嗰句。兩兄弟一齊頂住間屋，浮起井底嗰隻青白嘅手，浮起阿哥袋入面嗰包嘢，浮起梁師傅工場嘅紅泥。天光之前，阿姨做咗一個決定，佢要自己查清楚。第二日大清早，井邊傳來第2聲尖叫，呢次係大榮素。佢天未光就想去井邊執返尋日跌低嘅衫甲，結果見到石板俾人移開咗一條罅，罅入面伸出一隻紅色嘅手，油光水滑，5指張開，掌心朝天，做出一個招攬嘅姿勢，好似叫人行埋去攞好處咁。紅手嘅手指縫仲夾住一張黃紙，上面寫住4個字：招財進寶。成條村第3次震動，有人話紅手係井神顯靈，有人話係財神送寶，有人話係妖孽扮財神引人落井。村長趕到，面色難睇過隔夜餸，佢叫人再嵌實石板，加多2道鎖，派人日夜守住。但守井嘅福伯當晚就話聽到井底傳出落落落嘅聲，似有人喺水底敲石頭。阿姨企喺人群後面，手心出汗，佢望住嗰隻紅手，再望住人群外面遠遠企住嘅阿哥。阿哥面如死灰，雙手握拳，指節發白。阿姨知道阿哥嘅計劃完全超出咗佢預料，而呢隻紅手嘅出現，代表背後仲有一個人，一個阿哥都唔知嘅人。嗰個人想將件事搞到更大。阿姨望住井台上面嗰隻紅色假手，陽光曬落去，立面反出一層詭異嘅光。佢心入面浮起一句話：呢口井唔只有水，仲有血。佢捏住衫袋入面嗰截白色蠟手指，咬實牙關。佢要查到底，為阿爸，為阿哥，為自己，為兩兄弟呢間爛屋，同埋阿媽臨終嗰句說話。井底又傳出一聲悶響，咚，似有重物由水底浮上嚟。全村人面面相對，冇一個人敢行近，而阿姨反而向前行咗一步。井底浮起紅手之後，陳家圍徹底亂咗龍，成個白泥鎮都傳遍晒。話陳家圍口古井鬧鬼，仲要係1白1紅2隻手，白手索命，紅手招財。
邪過邪神。隔離村嘅三姑六婆專登擔住遮，行幾里路嚟睇熱鬧，圍到榕樹頭啲草都踩禿晒。賣涼粉嘅阿狗喺樹腳擺咗個檔，居然一日賣出3桶涼粉。佢擰頭話：早知井邊咁好事，我年年都放隻手落去啦。即刻俾人喝，收聲啦你，唔好亂講嘢。但亂講嘢嘅人多過井底啲水。村口榕樹下，日頭晏晝就聚滿人，擔住鋤頭嘅農人，湊住細路嘅婦人，連平時唔出門嘅阿婆都叫孫仔扶出嚟。你一言我一語，講到口水都乾。賣豆腐花嘅陳四嬸撥住大葵扇，翹起二郎腿，一口咬定。我話你知，舊年浸死嗰個外江貨郎，佢係喺呢條涌浸死噶。嗰日我親眼見到佢擔住擔貨行過涌邊，一腳踩錯就跣咗落去，撈返上嚟嗰陣，佢隻手就係咁樣屈住噶。佢仲扮埋個手勢，五指彎曲，嚇到幾個細路仔擰歪面。陳四嬸你唔好亂噏24。喺祠堂幫手嘅阿權素唔服氣，貨郎浸死嗰陣，隻手係揸住個秤砣，點會攤開手掌？我話你知，呢單嘢一定同祠堂風水有關。你哋記唔記得上個月村長叫人喺祠堂後面起新廁所，掘爛咗條舊水渠，聽講嗰條渠通去井底噶。掘爛咗風水位，井神發嬲，所以伸出嚟嚇人。阿權素講到眉飛色舞，旁人聽得一靚一靚。喺墟市劏豬嘅大隻強翁聲翁氣，佢生得牛高馬大，但膽細過雞。我聽胡麻子講，呢啲唔係鬼，係蠱。眾人一聽蠱字，即刻豎起耳仔。大隻強壓低聲，胡麻子話佢後生喺廣州見識過，有啲南洋落嚟嘅蠱師，專將蠱蟲放入井水，等人飲咗就聽佢指揮。井底嗰2隻手就係蠱蟲化出嚟嘅形。你哋邊個飲咗井水嘅，小心半夜手腳生瘡。此話一出，幾個擔過井水嘅後生仔即刻捲起衫就睇自己手臂，面都青埋。講到胡麻子，阿二記起尋日朝早見到佢由榕樹頭匆匆離開嘅事。胡麻子呢個人40出頭，矮矮瘦瘦，喺墟市擺個雜貨檔賣針線紐扣、燈油火蠟，平時口甜舌滑，見人講人話，見鬼講鬼話。佢唔係陳家圍人，住喺隔離村，但成日過嚟趁熱鬧，邊度有事邊度就有佢。阿二細個聽阿媽講過，胡麻子後生時喺省城做過差館嘅雜役，識得3教9流。後來唔知因乜事俾人趕返鄉下，從此就喺墟市混飯食。呢個人消息最靈通，但最唔可信。除咗胡麻子，阿二重留意到另一個人，對岸梁師傅嘅伙計阿財。阿財30幾歲，跛咗一隻腳，平時好少過村。但呢2日阿二見到佢喺榕樹邊前，眼神閃縮，似係嚟睇風頭，又似係等緊邊個。阿二想行埋去搭訕，阿財一見佢就擰轉頭，行得快過老鼠。仲有一件事令阿二更加篤定呢單嘢有古怪。第2日朝早，村東頭嘅陳二嬸喺屋企門口破口大罵，話佢養咗8年嘅老母雞無端端死喺雞竇入面，雞頸上有1圈乳黑嘅手印，似係俾人呃死嘅。陳二嬸指天篤地鬧，邊個殺我隻雞？我隻雞日日生蛋，生足8年，你哋邊個咁冇陰功？但係成村人巡過晒，佢屋企隻門閂得好實，牆又高，邊個入得去？有人話係井底嗰隻白手半夜爬出嚟揾食，呃死隻雞當點心。陳二嬸嚇到即刻請人喺門口貼滿紅紙鎮邪。第3日又有事，村西邊嘅大榮素喺井邊洗衫，佢膽大唔信邪，偷偷去井邊洗，洗到一半，忽然覺得褲腳俾人扯咗一下，佢低頭一望，水凼入面有隻手指由泥底伸出嚟，勾住佢褲腳。大榮素嚇到連衫都唔要，跑返屋企，關埋門喊咗半日。之後逢人便講井水滲出嚟嘅泥都有手。第4日最嚴重，福伯個孫阿榮，即係撩井底撩到立手指嗰個細路，忽然發起高燒，成個人滾過火炭，口入面不停講胡話。福伯湊到佢床邊，聽到佢迷迷糊糊講，井入面有人叫我落去，佢話下面有好多糖好多餅。福伯嚇到手騰腳震，即刻去祠堂求村長諗辦法。村長陳德望呢幾日頭都大晒，成晚瞓唔着。老婆話佢半夜扎醒嗌井水浸到祠堂，一額冷汗。佢聽到阿榮嘅事，嘆口氣話叫佢阿媽煲啲符水俾佢飲，再唔得就送去鎮上睇大夫。阿二呢幾日冇出過門口，對住補鞋擔架，手起針落，但心入面翻來覆去。佢整理呢幾日收集到嘅線索：白蠟手、紅蠟手、蠟跡、竹篾。阿哥過對岸
胡麻子出現，阿財辭，死雞，扯褲腳，阿榮發燒，呢啲嘢邊啲係人為，邊啲係巧合，邊啲係有人刻意放大？佢最在意嘅，仍然係阿哥嗰晚磨足片刀嘅樣。第二日佢趁阿哥出咗門，偷偷搜過阿哥間房，佢喺床底揾到一卷濕透嘅麻繩，繩尾綁住一隻斷咗手指嘅白色蠟手，同井底撈起嗰隻一模一樣。但呢隻明顯未完成，手指斷口露出空嘅蠟殼，入面冇填充物。阿二手都震埋，佢終於肯定阿哥喺井底做過手腳，白手係佢放嘅，但紅手呢？阿哥尋日見到紅手嗰陣個驚愕樣，唔似裝出嚟。阿哥睇嚟都唔知紅手嘅事。阿二將白蠟手放返原位，抹走自己嘅手指毛，落返嚟嗰陣，喺門口撞到一個人，村長個仔陳繼祖。陳繼祖同阿二年紀差唔多，讀過幾年私塾，後來去省城學過做生意，返到鄉下幫老豆打理祠堂同田租。佢同阿二自細一齊玩過泥沙，後來因為身份懸殊，漸行漸遠，但見面都有打招呼。呢日繼祖企喺冼家門口，望住阿二由屋入面出嚟，眼神精靈，似係有備而來。阿二，你做乜面色咁差？繼祖笑住問，但笑唔入眼。阿二隨口話，搵返隻漏咗嘅鞋底啫。你嚟做乜？繼祖行近兩步，壓低聲。阿二，我同你講句真心話，井底嗰單嘢，我老豆好緊張，佢呢幾日成日出去，唔知去見邊個。我問佢，佢鬧我多事。我諗住你同我一樣，都係想揾出真相嘅人，不如我哋夾手夾腳查下。阿二心入面一跳，陳繼祖主動提出合作，佢係村長個仔，佢老豆係最大嘅嫌疑人，佢會幫自己。阿二唔敢信，但繼祖嘅眼神又好似幾真誠，佢猶豫咗一陣，話我諗下先。繼祖點點頭，臨走前擰轉頭講多句，阿二，你細個成日話我陳家大少，但其實我同你一樣，都係想條村好嘅人，你信我一次。講完就行咗。阿二望住繼祖嘅背影，心入面更加亂。如果繼祖真係好人，咁佢老豆陳德望就係壞人。如果連繼祖都係裝出嚟嘅呢？佢唔敢肯定。當晚，阿二終於忍唔住，食飯嗰陣試探阿哥。阿哥，阿二挾住嚿鹹魚，好似唔經意咁問，你認唔認得梁師傅？阿哥筷子一停，嚿飯懸喺半空，頓咗一頓先放落口。佢若無其事話，墟市買過佢整嘅木桶咋嘛？做乜咁問？冇。阿二低頭扒飯，我聽人講佢識做道具，諗住定對新鞋圈。阿哥唔一聲，扒多兩啖飯，忽然擰轉頭望住阿二，細佬，你呢排成日出街，唔好去咁多唔關你事嘅地方，知唔知？阿二抬起頭，同阿哥四目交投。阿哥嘅眼神閃縮，游離不定，同平時大大辣辣嘅佢完全兩個樣。阿二心入面一陣酸，阿哥有嘢瞞住佢，佢知道，但阿哥係為咗佢好先唔講。佢都知道，但正正因為知道，佢更加要查。知道啦，阿哥。阿二笑住答，低頭繼續食飯。食完飯，阿二話去河涌邊沖涼，實情係偷偷爬上對岸山邊，由高處望落梁師傅嘅工場。月光照住工場嘅瓦頂，後院地下散落好多蠟碎，有白有紅，月光下反出淡光。工場入面着住燈，人影堂堂。阿二隱約見到兩個人影對坐，一個係獨臂嘅梁師傅，另一個身形高大，膊頭橫闊，似係佢阿哥。阿二想行近啲聽清楚，但山路濕滑，佢一腳踩空，由斜坡跣咗落去，成個撻入坑渠，搞到一身泥。等到佢爬返上嚟抹乾淨對眼，工場嘅燈已經熄咗，人影唔見晒。阿二坐喺草叢度，喘住大氣，心入面又急又慌。阿哥同梁師傅一定有合作，佢哋傾緊乜？紅手嘅事佢哋知唔知？如果阿哥唔知紅手嘅事，梁師傅知唔知？定係連梁師傅都係俾人利用？佢返到屋企，阿哥已經瞓咗，房門關實。阿二換過乾淨衫，坐喺床邊，由衫袋攞出嗰截白色蠟手指，就住月光反覆睇，蠟面有幾道細細嘅刮痕，似係用竹片刀削過嘅痕跡。竹片刀，阿哥磨嗰把。阿二將蠟手指收埋入枕頭底，合埋眼，但腦入面嘅畫面停唔到。井底嘅白手、紅手，阿哥磨刀嘅樣，梁師傅工場嘅蠟碎，胡麻子鬼祟嘅背影，阿榮發燒講嘅胡話，繼祖真誠嘅眼神，陳德望鐵青嘅面色，一條條線索纏埋一，亂過堆爛麻繩。佢隱約覺得呢啲線索指向一個方向，井底嘅嘢係人為嘅，
但唔止一個人做嘅，起碼有兩幫人，一幫用白手，一幫用紅手。白手嘅目的可能係嚇人，但紅手嘅目的似乎係將件事搞到更大，大到有人可以從中得益。邊個會得益？井封咗，水要由何沖淡？淡水嘅生意旺咗。阿哥呢幾日多咗好多幫人淡水嘅幫襯，但阿哥嘅目的就係為咗賺多幾文。阿二唔信，阿哥唔係咁小家嘅人，定係村長陳德望井封咗，佢就可以名正言順話要重修，然後將井圈入祠堂範圍，以後外姓人淡水要俾水捐。呢個說法，阿二喺墟市聽過有人講，話村長打算趁機收水捐，肥自己腰包。如果係咁，紅手可能係陳德望自己放嘅。佢想將件事搞大，等村民更加驚，然後佢以保護大家為名，名正言順霸住口井。阿二一想到呢度，成個人由床彈起。如果陳德望真係咁做，咁阿哥放白手嘅事，佢知唔知？如果佢知，佢會點對付阿哥？阿二望住窗外月光，手心出晒汗。佢決定聽日一早就去揾九叔公。九叔公係村入面最老嘅人，今年90歲，耳聾眼聾，但記性好過鐵櫃。陳家圍100幾年嘅事，佢一清二楚。如果呢口井同村長有過節，九叔公一定知。月光照入天井，照住地下嗰堆竹篾。阿二數過，竹篾總共有24條，長短不一，有啲削得尖過針，有啲磨得薄過紙。佢隱約覺得呢啲竹篾嘅數目同長短隱藏住一個秘密，但佢暫時睇唔透。第二日天光，阿二起身，阿哥已經出咗門。佢梳洗完，正想出門口去揾九叔公，忽然聽到村口傳來一陣喧嘩。佢跑出去一望，見到榕樹頭又圍滿人，個個指住井台方向大聲講嘢。阿二逼入人群，一睇，井台上面嘅石板俾人移開咗半尺，罅隙入面塞住一紮頭髮，長嘅、黑嘅、濕嘅，纏住幾塊爛布，布上面隱約見到繡住一個陳字。有人認出嗰幾塊布係祠堂祖先神台上面鋪嗰塊舊布嘅邊角料。祠堂嘅嘢點解會喺井底？邊個咁大膽偷祠堂嘅布？井底嗰啲嘢識得上祠堂攞嘢？人群又炸開過。阿二企喺人群入面，心入面嘅謎團越滾越大。佢望住嗰紮頭髮同爛布，再望住遠處祠堂門口企住面色鐵青嘅陳德望，然後望住人群邊緣悄悄退走嘅胡麻子。佢知道呢單嘢再查落去會越嚟越危險，但佢更加知道，如果唔查，佢同阿哥呢間屋遲早會俾人拆咗。阿二擰轉身向九叔公屋企方向行去，佢行得好快，快過涌邊嘅水。阿二行到九叔公屋企門口，腳步慢落嚟。九叔公住喺村尾一間青磚屋，屋前種咗2棵龍眼樹，樹下擺住張竹椅。平時九叔公就坐喺度乘涼睇人過路，但呢日竹椅空嘅，門虛掩，入面傳出陣陣草藥味。阿二拍門，拍咗幾下，入面先傳嚟一把老邁嘅聲：邊個啊？九叔公，我係冼阿二，想同你傾幾句。靜咗一陣，門先吱呀一聲打開。九叔公企喺門後，一身灰色衫褲，腰板彎晒，頭頂稀疏白髮，面上皺紋深過坑渠。佢望住阿二，迷起眼，好似睇咗好耐先認得。我大榮個細仔，入嚟啦。阿二跟住九叔公入屋，廳堂光線昏暗，神台上點住一盞油燈，煙霧繞。九叔公坐喺一張舊酸枝椅上面，示意阿二坐對面矮凳。佢斟咗杯茶俾阿二，茶色淡過水，但阿二都飲咗一啖。九叔公，阿二放低杯，單刀直入：我想問你，我阿爸當年嘅事。九叔公黏住鬍鬚嘅手一頓，眼珠轉向神台上冼大榮嗰塊神主牌，望咗好耐，先嘆咗口氣：你終於問到呢度，我阿哥呢排搞井底嘅事，你知道㗎？阿二壓低聲，九叔公冇否認，亦冇承認，只係慢慢講：你阿哥早排嚟過揾我，問我同樣嘅問題。我同佢講，過去嘅事過去咗，唔好再翻。佢唔聽，話要自己搞掂。九叔公搖搖頭，佢呢個脾氣似足你阿爸，硬頸，乜嘢都自己孭上身。阿二追問：我阿爸當年係點樣跌死㗎？真係意外。九叔公又靜咗一輪，手指喺耳柄上敲一下、2下、3下，最後佢企起身，行到神台邊，由一個舊木盒入面攞出一封發黃嘅信，遞俾阿二：你自己睇。阿二拆開信，入面字跡工整，用毛筆寫嘅，日期係光緒34年。信上寫住：大榮賢弟親啟，賢弟若肯幫手，
事成之後井邊之地歸你，日後子孫食水無憂。但此事萬萬不可聲張，尤其不可讓村中諸老知曉，事關重大。望言第三司最尾署名一個德字，德陳德望。阿二手震震問，九叔公點頭。當年陳家圍同隔離村爭水源，爭到差啲打大交，陳德望想出錢收買你阿爸，由佢負責嘅水渠偷改水道，將井水引去陳家圍幾兄弟嘅田。你阿爸冇應承，仲話要告上祠堂。陳德望見事敗，就反咬你阿爸貪污，話佢收咗隔離村嘅錢想賣水。後來隔離村告到縣衙，陳德望使錢擺平咗件事，罪名全部推落你阿爸身上。你阿爸從此唔再做睇水嘅事，轉行做泥水。邊個知幫陳德望起新屋嗰陣，就意外由棚架跌死咗。阿二聽完，成個人坐喺 A 凳上面，好似俾人淋咗盆冰水。阿爸係俾人害死㗎。佢忍唔住問九叔公，你當年點解唔出聲？九叔公老淚縱橫，用衫就抹眼。我對你唔住，對大榮唔住。當年陳德望勢力大，祠堂長老全部係佢嘅人，我一個老頭講乜都冇用。我只係偷偷抄低咗祠堂賬簿入面嘅記錄，收埋喺床底，諗住有一日用得着。但等到而家，我老啦，冇膽啦。阿二握住封信，指節發白。佢問九叔公，你知唔知邊個識得整蠟手？九叔公抹乾眼淚，思索一陣，對岸梁師傅以前喺廣州戲班做過道具，最叻做蠟像。面具呢類嘢，你阿哥揾過佢，我知。但梁師傅呢個人心窄記仇，20年前佢同陳德望爭過一塊田，輸咗官司，俾人趕出陳家圍，從此就喺對岸開工場。佢同陳家圍好多人都結怨，你阿哥揾佢幫手，只怕唔止做假手咁簡單。阿二將封信收好，多謝九叔公。臨走前問多句，九叔公，你覺得紅手係邊個放假？九叔公望住門口嘅光，慢慢講，邊個想件事越大，就係邊個放嘅。你諗下。件事越大，邊個得益最多？佢冇講明，但阿二心入面已經有答案。離開九叔公屋企，阿二行去墟市，佢要揾胡麻子。墟市喺白泥鎮街尾，逢3、6、9開墟，但平時都有幾個固定檔口。胡麻子嘅雜貨檔擺喺榕樹腳，賣啲針線紐扣、燈油火蠟、香燭紙紮，乜都有。阿二去到嗰陣，胡麻子正低頭撥算盤，見阿二行埋嚟，抬一抬眼皮，笑住問。冼家細佬，今日唔使補鞋，想買乜？阿二擺低2文錢，拎起一紮線，若無其事問胡麻子：你見多識廣，我問你一樣嘢，蠟手係點整㗎？胡麻子撥算盤嘅手停咗一停，隨即又撥返，笑笑口話：蠟手，你講戲班嗰啲道具，我點識整？我淨係賣針線紐扣架咋。阿二追問：你尋日朝早去陳家圍做乜？胡麻子面色微微一變，但即刻恢復正常。我去送貨啫。陳二審定咗幾紮香燭，我送去俾佢。點啊？送貨犯法啊？佢啲聲提高咗，引來隔籬幾個檔主望過嚟。阿二知佢唔會講真話，但佢留意到胡麻子檔口地下有幾滴紅色顏料漬，同紅手嘅顏色一模一樣。佢冇出聲，攞起紮線轉身走，行出墟市。阿二心入面更加肯定胡麻子同件事有關，但佢係主謀定係棋子？如果佢係陳德望嘅人，咁紅手就係陳德望指使佢放嘅。陳德望想件事越大，就越有理由封井、收水捐、趕走雜姓戶。呢個推論同九叔公講嘅吻合。阿二再行去河邊，想揾艇戶鄭伯打聽。鄭伯嘅橫水道泊喺涌口，一條爛木艇，艇上搭個竹棚，棚底擺住幾張矮凳。鄭伯60幾歲，皮膚曬到黑過鑊底，日日撐艇載人過對岸。阿二跳上艇。鄭伯認得佢。阿二過對岸。鄭伯，我想問你，我阿哥呢排係咪成日過對岸？鄭伯一邊撐艇一邊答：係啊，呢個月起碼過咗7、8次，每次都有個油紙包，神神秘秘。我問佢去邊，佢話去揾梁師傅整水桶。鄭伯壓低聲：阿二，你阿哥唔係整水桶咁簡單啩？阿二苦笑唔答。佢問多句：鄭伯，你見唔見到其他人過對岸揾梁師傅？鄭伯諗咗一陣：有啊，村長陳德望都去過一次，上個禮拜3晏晝，佢冇叫我載，係自己行橋過去嘅。我見佢行入梁師傅工場，半個時辰先出返嚟，出嚟嗰陣面色好差。陳德望揾梁師傅，阿二心入面一跳，佢哋兩個唔係有仇咩？點解會見面？
如果陳德望同梁師傅有聯繫，咁紅手嘅事，梁師傅有冇份？阿義過到對岸，行去梁師傅工場，工場大門開住，入面傳出腳木聲。阿義行入去，見到梁師傅正用佢僅餘嘅右手揸住把刨，刨緊一塊木板。佢抬頭見到阿義，眉頭皺起。你又嚟，梁師傅？我想問你一樣嘢。阿義企喺門口，擋住陽光。你同陳德望有冇來往？梁師傅手中嘅刨頓住，望住阿義，眼神變得好凌厲。你邊度聽返嚟嘅？有人見到你上個禮拜同佢見面。梁師傅放低刨，行到門口，左右望咗一輪，確認冇人，先關埋門。佢行返入工場，坐喺一張木凳上面，摸住自己斷咗嘅左袖，望住阿義。你既然問到，我講你知。陳德望上個禮拜嚟揾我，叫我幫佢整一樣嘢，一隻紅色蠟手。阿義雖然有心理準備，但聽到呢句，心臟仍然狂跳。佢叫你整紅手。梁師傅點頭，佢話要整得逼真，要油光水滑，要手掌攤開，似招財嘅姿勢。我問佢做乜，佢話係祠堂擺設用。我深知佢講大話，但佢出嘅價錢高，我收咗。梁師傅低頭。我同佢有仇，但我窮，工場要開飯，我冇得揀。但你知佢會用嚟做乜？你仲整？梁師傅抬起頭，眼有淚光。我知，我恨咗佢20年，佢害到我冇咗指手，我點會唔恨？但佢話如果我唔整，佢就告我私藏軍械，再拉我入監。佢有錢有勢，我鬥佢唔過。佢嘅聲帶住顫抖，我以為佢只係想嚇人，唔會搞出人命。點知你阿哥又嚟揾我整白手。我當時都呆咗，點解兩個人都要整假手？後來我先諗通，你阿哥想嚇人。陳德望想將件事嫁禍俾你阿哥，佢偷走我箱入面嗰隻舊紅手，嗰隻係戲班年代嘅道具，放入井底，就係想人以為係你哋冼家搞嘅。阿義聽完，成個人的思路開始串聯。阿哥為咗阻止村長收水捐，整白手嚇人。陳德望知道之後，將計就計。偷紅手放入井底，想嫁禍俾冼家。胡麻子係陳德望嘅線人，負責散布謠言同監視。梁師傅夾喺中間，兩邊都得罪唔起。但阿義有一個問題想唔通，梁師傅，你點解唔早啲話俾我阿哥知？梁師傅苦笑，我點敢？陳德望話，如果我洩漏半句，就燒咗我間工場，我冇咗指手，再冇咗間工場，我仲點做人？阿義望住梁師傅，心入面又同情又氣憤。呢個人手藝咁好，但因為窮，因為怕，被逼幫仇人做嘢。佢嘆咗口氣，問：仲有冇其他人知？梁師傅思索一陣，胡麻子成日過嚟買蠟，我估佢幫陳德望送料。仲有我個伙計阿財，佢見到我整紅手，我同佢講過唔准聲張，但佢呢排成日魂不守舍，我怕佢會出事。阿義記起阿財喺榕樹邊詞嘅樣，心入面一諗，阿財可能知道太多。陳德望唔會放過佢。離開工場之前，梁師傅拉住阿義隻手，聲細過蚊：阿義，你小心你阿哥，佢性格太衝，我怕佢會做傻事。陳德望呢個人乜都做得出。阿義點頭，行出工場。太陽西斜，照住對岸嘅竹林，陰影長過人。佢沿河邊行，想搵路返村，忽然聽到竹林入面有爭執聲。佢匿埋一睇，見到胡麻子同阿財喺竹叢入面對峙。胡麻子手指住阿財，聲色俱厲：你唔好亂講嘢，講出去你條命都保唔住。阿財縮埋一聲戰：我冇講，我乜都冇講。胡麻子一手抽住阿財衫領：記住，你係我哋嘅人，你講一句，你跛嗰隻腳都唔使要。講完將阿財一推，轉身走咗。阿義匿喺樹後，大氣唔敢抖。等到胡麻子走遠，佢先行出嚟。見到阿財坐喺地下，成個人震過電報。阿義行埋去，扶起阿財：阿財哥，你冇事嘛？阿財一見係阿義，面青過草：你聽到幾多？我乜都聽到。阿義扶住佢：你唔使驚，你講真話出嚟，我哋幫你。阿財望住阿義，眼淚湧出嚟：我對唔住梁師傅。胡麻子俾錢我，叫我睇住梁師傅同你阿哥，有乜風吹草動就話佢知。我貪錢，我收咗，但而家我好驚，佢哋會殺人滅口㗎。阿義扶住阿財，心入面又急又亂，線索越來越多，但真相越來越危險。佢諗起阿哥，諗起阿爸。
諗起阿媽臨終嘅話，諗起九叔公嘅淚，諗起梁師傅嘅斷袖，佢咬實牙關，對阿財話：你跟我反村，我保護你。阿財猶豫咗一陣，最後點點頭，由地下爬起身，兩行行出竹林，月光已經升上嚟。阿義望住對岸陳家圍嘅燈火，心入面暗暗講：阿哥，你唔好再做傻事，等我返嚟。佢加快腳步，但行到河邊，忽然見到對岸陳家圍方向火光衝天，祠堂嘅銅鑼急速響起，當當當當當，係召集全村嘅信號。阿義心一沉，拉埋阿財跳上鄭伯嘅艇。鄭伯，快過對岸！鄭伯見佢面色慌張，二話不說撐起艇，艇到河心。阿義望住對岸火光，手心出晒汗。佢知道今晚有大事發生。阿義同阿財跳上鄭伯嘅艇，鄭伯雙臂一撐，橫水倒魚戰離弦，破開河面月色，直向對岸陳家圍划去。艇到半途，阿義已經見到火光由祠堂方向竄起，濃煙捲上半空，夾雜住人聲嘈雜，腳步雜踏，仲有細路仔喊嘅聲。燒祠堂，鄭伯瞪大眼，手勁更猛。邊個咁大膽？艇靠岸，阿義拖住阿財跳上岸，直衝祠堂。榕樹頭已經逼滿人，男男女女圍住祠堂門口，火光影得個個面紅過關公。阿義逼入人群，一睇，原來祠堂門前嘅大香爐俾人推冧咗，香灰灑滿一地，香燭燒着咗旁邊嘅一堆乾草，火燒到祠堂門板，好彩發現得早，幾個後生仔用水潑滅咗，門板分到黑晒，但總算冇燒到入內堂。邊個咁冇天理，燒祠堂？村長陳德望企喺祠堂階級上面，面黑過鑊底，指住人群大罵：呢排井底嘅怪事已經夠煩，而家仲有人放火燒祠堂，分明係有人想搞亂我陳家圍。佢嘅視線掃過人群，最後停喺阿義身上。阿義心入面一諗，但表面鎮定，企定定望反佢。陳德望指住阿義：冼阿義，你呢排成日出出入入，又去對岸揾梁師傅，又去墟市打聽消息，你究竟搞邊科？人群嘅目光全部集中喺阿義身上。阿義深吸一口氣，大聲答：村長，我去揾梁師傅，係因為我想查清楚井底假手嘅真相。你咁緊張，係咪驚我查到啲乜？全場嘩然。陳德望面色一變，隨即冷笑：你個外姓仔，膽敢同村長頂嘴？來人，將佢帶入祠堂問話。兩個陳家後生行上前，阿義退後一步，大聲講：我有人證。梁師傅話你上個禮拜去揾佢整紅手，你諗住嫁禍俾我阿哥？陳德望瞳孔收縮，但隨即哈哈大笑：荒謬！梁師傅同我有仇，佢講嘅嘢你都信？你一個寶孩仔，憑乜嘢查我？佢轉身對祠堂長老喊：各位叔伯，呢個外姓仔勾結外人，誣衊村長，破壞祠堂風水，我建議逐佢出村。長老們面面像翠，有啲點頭，有啲猶豫。阿義深知形勢不利，但佢冇退縮，由三代攞出九叔公俾佢嗰封信，高舉過頭，大家睇清楚。呢封信係光緒34年陳德望寫俾我阿爸嘅。信入面佢想收買我阿爸改水道，事敗之後就害死我阿爸。呢封信九叔公可以作證。人群再次嘩然，陳德望面色終於變晒，佢衝前一步想搶封信，但阿義縮手收翻入三袋。幾個長老開始議論紛紛，有人話攞嚟睇下，有人話唔好亂信。混亂之間，陳繼祖由祠堂入面行出嚟，佢面色蒼白，望住自己老豆，聲有啲震：阿爸，係咪真㗎？你真係害死冼大榮！陳德望一巴掌刮落繼祖面上：你幫邊個？你係咪想氣死我？繼祖挨咗一巴掌，冇退縮，反而由自己三代攞出一封舊信，同阿義嗰封一模一樣嘅字跡，但內容略有不同，係陳德望當年寫俾隔籬村長嘅密信，內容提及冼大榮已除，水道之事勿憂。繼祖流住眼淚話：阿爸，我喺你書房揾到嘅，你仲有乜話講？陳德望成個人好似泄咗氣嘅皮球，向後退咗兩步，扶住祠堂門框先企得穩。全場鴉雀無聲，月光照住佢嘅白髮，照住佢嘅皺紋，照住佢由一個威風凜凜嘅村長變成一個窮途末路嘅老人。但佢忽然抬起頭，獰笑一聲：你哋以為咁就贏咗？天真！井底嘅事唔止我一個人做，你哋查落去只會死更多人。講完，
佢推開祭祖，由祠堂側門快步離開。阿爾想追，但俾幾個長老攔住。等等，件事未清楚，你唔准走。阿爾急到紮晒腳，但祠堂長老要佢留低對質，佢冇辦法。混亂持續到半夜，最後九叔公由人群中行出嚟，拄住拐杖，大聲講：我老頭可以作證，封信係真嘅。當年陳德望害冼大榮嘅事，我親眼所見。長老們見九叔公出聲，終於信咗大半，決定暫時將陳德望嘅村長職務暫停，由陳繼祖代理，等縣衙查清楚再定奪。阿爾由祠堂出嚟，已經係丑時，月光昏暗，村路正過墳場，佢急急腳返屋企，想揾阿哥商量，但反倒去屋入面空無一人。阿哥嘅床鋪搭得整整齊齊，但人唔見咗。阿爾心一沉，佢跑出屋，四周圍揾，叫阿哥阿哥，但只有風聲同狗吠回應。佢跑到井邊，石板冚得實一實，冇人喐過。跑到河邊，鄭伯嘅艇泊喺岸，人已經收咗工。跑到對岸梁師傅工場，門窗鎖晒，燈火全熄。阿哥去咗邊？阿爾企喺河邊，夜風吹到佢打冷震。佢諗起陳德望臨走嗰句：你哋查落去，只會死更多人，心入面一陣寒。阿哥會唔會俾陳德望捉咗？佢唔敢再諗，決定去揾繼祖。佢跑到祠堂後院繼祖住嘅廂房，拍門拍到乒乒聲。繼祖開門，見阿爾面色慌張，問：做乜？我阿哥唔見咗。阿爾喘住氣，佢可能俾陳德望捉咗。繼祖面色一變，即刻着反件衫。我同你去揾。佢帶阿爾去祠堂地牢，舊時用嚟關犯村規嘅人嘅地方，但地牢空嘅，得幾隻曱甴爬來爬去。你老豆會去邊？阿爾問。繼祖思索一陣，佢喺村外有間舊屋，以前收埋雜物用嘅，可能去咗嗰度。兩條後生即刻摸黑行出村，沿住田基行咗2里路，果然見到一間破舊嘅青磚屋，入面着住燈。阿爾同繼祖匿埋喺屋外捉蟲，由窗縫望入去，見到陳德望坐喺屋中央，面前企住胡麻子，兩個人喺度傾偈。阿爾聽唔清楚講乜，但隱約聽到冼亞大納手縣衙呢幾個字。佢哋身邊嘅地下攤開一個布袋，袋入面露出一截白色嘅臘手指。阿哥真係俾佢哋捉咗。阿爾心跳加速，正想衝入去，繼祖按住佢，等陣，睇清楚先。就喺呢個時候，屋後忽然傳出一聲悶響，似係有寵物跌落。陳德望同胡麻子即刻彈起身，衝向屋後。阿爾同繼祖由前面閃入屋，見到地下個布袋。阿爾一手揭開，入面係一隻白色臘手，完整嘅，但唔係阿哥做嗰隻。呢隻手工粗糙好多，似係趕工整出嚟嘅。佢哋重想整多隻假手。阿爾皺眉，繼祖拉佢由後門出去，見到屋後空地上面，胡麻子冚住一個人，竟然係阿財。阿財面腫鼻腫，俾人綁住手腳，胡麻子正用繩勒佢條頸。陳德望企喺一邊，陰陰嘴笑：你太多嘴，留你唔住。阿爾大喝一聲：住手！佢衝上前，一腳踢開胡麻子。繼祖跟住撲上去幫手。胡麻子冇料到有人殺出，俾阿爾踢到趴喺地下。繼祖用身體壓住佢。阿爾扶起阿財，解開佢手上嘅繩。你冇事嘛？阿財嗨到七彩，指住陳德望：佢想殺我滅口，因為我知道佢重有一批臘手收埋喺祠堂。陳德望見大勢已去，轉身想跑，但阿爾更快，一手抽住佢衫領。我阿哥喺邊？陳德望獰笑：你阿哥？佢自己蠢，走去縣衙想告我。我胡麻子半路截住佢，將佢鎖咗喺梁師傅工場地窖。你救到佢先講啦。講完想掙脫，但阿爾力氣大過牛，一手將佢冚喺牆上。繼祖攞出條繩將佢綁實。你睇住佢。阿爾對繼祖講完，即刻跑出舊屋，向河邊狂奔。月光照住田基，佢跑到喘晒氣，跳上鄭伯嘅艇。鄭伯俾佢嘈醒，撐過對岸，衝入梁師傅工場，撬開地窖門。地窖入面昏暗潮濕，阿爾就住門縫嘅光望落去，見到阿哥冼亞大坐喺角落，手腳綁住，口塞住布，但眼神仲有火。阿爾跳落去，解開阿哥嘅繩，扯開佢口中嘅布。阿哥，阿大一把攬住細佬，聲沙過沙子：細佬，你嚟得好。阿哥冇用，中咗胡麻子嘅圈套，唔好講咁多，走先。阿爾扶住阿哥爬出地窖。梁師傅聽到聲響由工場跑出嚟，見狀即刻幫手。3個人出到地面，月光照住河面，照住對岸陳家圍嘅燈火。
阿大坐喺地下喘咗一輪，忽然拉住阿二隻手：細佬，阿哥對你唔住，我搞咁多嘢，本來只係想嚇嚇村長，等佢唔敢收水捐，點知搞到咁大，重累到你。阿二望住阿哥，見佢面上有瘀傷，衫褲破爛，但精神仲喺度，佢搖頭：阿哥，你唔使講對唔住，我揾到證據啦，陳德望害阿爸嘅事，九叔公同繼祖都肯作證，佢跑唔甩㗎。阿大瞪大眼：繼祖，村長個仔？係。阿二點頭：佢幫我哋。阿大呆咗一陣，忽然笑出嚟，笑到眼淚都出埋。阿爸，你睇到未？你兩個仔終於幫你報到仇。兩兄弟坐喺河邊，月光照住佢哋嘅影。梁師傅企喺一邊，摸住斷袖，嘆咗口氣。件事拖咗20年，終於有個了結。但阿二望住河水，心入面仲有一個疑問未解。陳德望話井底嘅事唔止我一個人做，仲有邊個？胡麻子已經捉咗，梁師傅係被逼嘅，阿財係線人，仲有邊個？佢由衫袋攞出嗰截白色臘手指，就住月光反覆睇，立面嘅刮痕似係一種符號。佢遞俾梁師傅：梁師傅，你睇下呢啲刮痕係咪有含義？梁師傅接過，湊近月光一睇，面色變咗。呢個係戲班嘅暗號。佢指住刮痕：我以前喺戲班，班主用呢種暗號標記道具。呢個符號代表招財，紅手上面都有一個，但係唔同嘅符號，代表引禍、招財、引禍。阿爾腦入面靈光一閃，白手代表招財，紅手代表引禍。如果係咁，白手嘅目的可能唔止嚇人，仲有招財嘅含義。阿哥話白手係佢整嘅，但阿哥唔識戲班暗號，即係話白手上嘅刮痕唔係阿哥整嘅，係另外有人加上去嘅。邊個加嘅？阿爾望住梁師傅。梁師傅同樣一臉疑惑，月光照住河水，照住兩兄弟嘅影，照住梁師傅斷咗嘅詛咒。阿爾心入面嘅謎團反而更大啦。佢望住阿哥，阿哥望住佢，兩兄弟同時講咗一句：仲有人未出現。兩兄弟坐喺河邊，對住月光，足足靜咗一炷香時間。河水嘩嘩流過，風吹竹林沙沙響，好似有成村人喺後面竊竊私語。阿大低頭望住自己對爛草鞋，手指不停捽住褲腳嘅泥迹。阿二望住阿哥，見佢由頭到腳都係傷，衫領扯裂咗，手踭磨損晒皮，心入面又痛又嬲。阿哥，你點解唔一早話我知？阿二終於出聲，聲有啲硬：你一個人去縣衙告狀，俾人捉咗，你知唔知我差啲嚇到心都停？阿大抬起頭，月光照到佢眼濕濕。我唔想你牽涉入嚟，阿爸嘅事係我嘅事，我要自己搞掂。佢用力拍咗一下自己大髀，點知我咁冇用，連胡麻子都打唔過，俾佢立住鎖咗落地窖。細佬，阿哥真係對你唔住。阿二搖頭，由衫袋攞出嗰截臘手指，遞到阿哥面前。阿哥，你睇清楚呢隻白手上面嘅刮痕係咪你整嘅？阿大接過，湊近月光一睇，眉頭皺起。我冇刮過呢啲花紋，我整嗰兩隻白手淨係用蠟倒模，表面畫過豆腐，邊度有刮痕？佢反覆睇咗幾遍，面色愈來愈凝重。呢啲刮痕似係用竹片刀畫嘅。竹片刀？阿爾心入面一諗，佢問阿哥：你嗰把竹片刀呢？阿大摸一摸自己褲袋，面色變咗，唔見咗。我俾胡麻子捉嗰陣，佢抄過我身，可能係佢攞走咗。但阿二記得佢喺阿哥床底揾到嗰隻斷指白手，上面嘅刮痕已經存在，即係話刮痕嘅出現早過阿哥俾人捉。刮痕係邊個畫嘅？兩兄弟對望，心入面浮起同一個人，梁師傅。但梁師傅企喺旁邊，一直冇出聲。佢見兩兄弟望住自己，苦笑一下：你哋懷疑我，我可以話你知，臘手上嘅刮痕係戲班嘅暗號。呢種暗號得我同班主識，但班主已經走咗20年。你哋覺得我會唔會畫呢啲嘢？佢舉起自己唯一嘅右手，我得一隻手，要揸竹片刀畫蠟，難過登天。阿二望住梁師傅嘅斷袖，心入面嘅疑惑一層搭一層。如果唔係阿哥，唔係梁師傅，唔係陳德望，佢唔識戲班暗號，咁邊個識得呢種暗號？戲班班主已經走咗20年，但佢嘅遺物，佢嘅技藝有冇傳過俾邊個？阿二腦入面忽然閃過一個人，胡麻子。胡麻子後生喺省城做過差館雜役，見過三教九流，會唔會佢都識得戲班嘅嘢？但胡麻子係陳德望嘅人，佢會唔會暗中加料？
將白手變成招財嘅含義，然後再放紅手做引禍。反穿先，阿義扶起阿哥，我哋要揾胡麻子問清楚。三個人行返河邊，叫醒鄭伯撐艇過對岸。艇到河心，阿義望住水面月光，忽然問梁師傅：梁師傅，你話戲班班主姓陳，係陳德望嘅堂大佬，佢當年走佬之後，有冇留低過徒弟或者伙計？梁師傅思索一陣，班主有個契仔叫陳亞九，當年得10幾歲，跟班主學做道具。班主走佬之後，阿九就唔見咗人。有人話佢跟班主一齊走，有人話佢返咗鄉下。我之後再冇見過佢。阿義將呢個名記喺心入面。陳亞九，如果佢仲在生，而家應該40歲左右，同胡麻子差唔多年紀。返到陳家圍，天已經蒙蒙光，祠堂門口仲聚住幾個長老，見阿義扶住受傷嘅阿哥返嚟，個個圍上前問長問短。繼早由祠堂出嚟，話胡麻子已經綁咗喺祠堂地牢，陳德望都鎖咗喺另一間房，等天光就送縣衙。阿義將阿哥交俾九叔公睇住，自己同繼祖、梁師傅一齊去地牢審胡麻子。地牢陰暗潮濕，胡麻子縮喺角落，雙手反綁，面上有幾道瘀痕。繼祖捉佢嗰陣打咗2拳，佢見阿義行埋嚟，獰笑一聲：冼家細佬好威風喎，捉到村長就好巴閉。阿義蹲低身，由衫袋攞出嗰截臘手指，遞到胡麻子面前：你認唔認得呢個？胡麻子望一望，眼神閃過一絲驚慌，但即刻恢復正常。臘手指啫，你喺井底執嘅，關我乜事？上面嘅刮痕係戲班暗號。阿義盯住佢對眼：你識得呢種暗號，因為你後生嗰陣跟過戲班班主陳老闆，你係佢契仔陳亞九，係咪？胡麻子面色一變，嘴唇抖咗2下，但冇出聲。繼早行前一步：胡麻子，你唔好再扮嘢，我查過你嘅底，你後生喺省城差館做雜役之前，喺狀元坊戲班做過3年學徒。戲班散咗之後，你先去差館。你一直冇用真名，因為你驚陳德望知道你係班主嘅契仔，會對你唔客氣。胡麻子終於軟咗，頭耷低，聲細過蚊：你哋點知㗎？梁師傅行到佢面前，斷袖一揚：我認得你嘅手勢，頭先你喺舊屋綁阿財嗰陣，你打繩結嘅手法，同班主一模一樣。呢種結法，得班主教過佢契仔。胡麻子抬起頭，眼淚由眼角滲出嚟：我對唔住師傅，當年師傅走佬之前，將一箱道具同銀兩託付俾陳德望，諗住之後返嚟攞，點知陳德望見財起心，吞晒啲嘢，重買通官府屈師傅私藏軍械，師傅走投無路，最後喺南洋病死了。我聽到消息嗰陣，已經係5年之後。佢嘅聲越來越激動。我返嚟鄉下，想揾陳德望報仇，但我一個窮雜役，點鬥得過佢？於是我就扮成胡麻子，喺墟市擺檔，慢慢接近佢，做佢嘅線人，等機會。佢苦笑：我等咗10幾年，等到你哋冼家2兄弟出現，等到你阿哥整白手嚇人，我就知機會嚟啦。阿義蹲低問：所以紅手係你放嘅？胡麻子點頭：我偷咗梁師傅箱入面嗰隻紅手，放入井底，目的就係將件事搞大，等陳德望嘅陰謀暴露。我仲喺白手上面畫咗招財暗號，紅手上面畫引禍，就係想人知道呢件事唔係鬼，係人為嘅貪婪同陷害。阿義望住胡麻子，心入面又驚又嘆：呢個人為咗報仇，忍辱負重10幾年，扮成一個八卦嘅雜貨販，日日笑面迎人，心入面卻藏住一把刀。佢問：你點解唔早啲話俾我知？胡麻子苦笑：我點敢？你阿哥太衝動，你太精靈，我話俾你哋知，你哋一定會打草驚蛇。我要等陳德望自己露出馬腳，等佢嘅惡行俾全村人睇到。繼早行前望住胡麻子：你利用我阿爸嘅貪心，利用冼家兄弟嘅仇恨，利用梁師傅嘅恐懼，將成條村搞到雞飛狗走。你報仇可以，但你殃及無辜。胡麻子低下頭：我知，我對唔住所有人，但我等咗10幾年，我等唔到第2個機會。地牢入面一片死靜。阿義望住胡麻子，望住佢面上嘅淚痕，心入面諗起阿爸，諗起阿哥，諗起呢排所有嘅混亂同驚慌。呢一切嘅源頭都係陳德望20年前種落嘅烏因。胡麻子只係一個被仇恨折磨咗半生嘅可憐人。阿義由地牢出嚟，天已經光晒，太陽由東邊山頭升起，照住祠堂嘅瓦頂，照住榕樹頭嘅古井，照住井台上面嘅石板。
阿二行到井邊，揭開石板，望住井底平靜嘅水面，陽光射落去，照到井水清澈見底，再冇人影，再冇手影。佢擰轉身，見到阿哥由九叔公屋企行出嚟，面上嘅瘀傷淡咗少少，但精神好咗好多。兩兄弟企喺井邊對望一眼，同時笑咗。阿哥，你以後唔好再自己搞嘢。阿二話。阿大摸住自己個頭，傻笑。知啦，以後咩都話你知。就喺呢個時候，井底忽然傳出一聲輕微嘅啵，似係有氣泡由水底浮上嚟。兩兄弟低頭一望，井水起咗一圈漣漪，漣漪散開之後，水底隱約浮現一個黑影。阿大面色一變，仲有嘢。阿二皺眉，由井邊攞起一支長竹篙，慢慢放入井水，撩咗幾下，竹篙頭碰到一件硬物，佢小心翼翼撩起嚟，係一個油紙包，紮得好實，油紙入面透出墨跡。阿二拆開油紙，入面係一封信，信封寫住陳德望親啟，日期係民國10年。佢打開一睇，入面字跡同之前嗰封唔同，秀氣得多。內容係：德望兄，10年恩怨，井水為證，若你肯將當年侵吞之物歸還，我可既往不咎；否則井底之物自然會浮出水面，到時莫怪我不念兄弟之情。署名係陳，邊個陳？阿二望住封信，再望住井底，心入面浮起一個名：陳亞九。但陳亞九就係胡麻子，胡麻子已經捉咗。呢封信唔似佢寫嘅，信入面講嘅井底之物，仲有嘢未浮出嚟。阿哥企喺旁邊，同樣一臉疑惑。梁師傅行過嚟，接過封信一睇，面色大變。呢個字跡係班主，班主未死。阿二同阿哥對望，心入面嘅謎團不但冇解開，反而更大啦。佢望住井底平靜嘅水面，陽光下，水底隱約見到一個木盒嘅角卡喺石縫入面，似係等人發現。阿二咬實牙關，對阿哥講：阿哥，我哋要再落一次井。阿二話要再落一次井，阿哥第一個唔贊成。細佬，你傻咗？井底到底有乜嘢？我哋都未知，你貿貿然落去，出事點算？阿哥拉住佢手臂，手力大得驚人。阿二望住阿哥，望住佢面上嘅瘀傷同疲態，柔聲話：阿哥，我哋已經查到底，只爭一步，井底嗰個木盒可能就係最後嘅證據。你信我，我有分寸。梁師傅行上前，由工場攞嚟一卷新麻繩同一盞防水油燈，遞俾阿二：小心啲，井底石壁滑，有幾條舊裂縫，唔好踩空。佢嘅獨臂幫手駁實繩結，打咗一個戲班子弟先識嘅牢固結。繼早趕到，帶多2個後生仔幫手拉繩。九叔公主住拐杖企喺井邊，滿臉憂慮，但冇出聲阻止。阿二將油燈駁喺腰間，繩索纏實腰同腋下，向眾人點一下頭，就由井口慢慢放落去。井壁又濕又滑，青苔厚過棉被。佢雙腳蹬住石壁嘅凹凸位，逐寸逐寸向下，陽光越落越少，井口嘅光變成一個銅錢大嘅白點，四周圍暗落嚟，只係得腰間盞油燈嘅黃光照住濕漉漉嘅石壁。落到一半，阿爾聞到一陣異味，唔係普通泥聲，係混住舊鐵鏽同梅子嘅氣味。佢停低，就住燈光望向井壁左側，果然見到一條闊約半尺嘅石縫，縫入面卡住一個黑黝黝嘅木盒，木盒角露咗出嚟，纏住幾條爛布帶。阿爾伸手去抄，手指掂到木盒表面，濕滑冰冷，似浸咗好多年。佢用力拉咗2下，木盒卡得實，拉唔出。佢由褲袋攞出隨身嘅補鞋錐，撬開石縫周圍嘅泥同碎石，撬到指甲都崩埋，終於將木盒成個扯出嚟。木盒約莫2個拳頭大，用桐油浸過，防水，但盒面嘅漆已經剝落晒，露出入面發黑嘅木紋。盒蓋用一條生鏽嘅鐵線纏住，鐵線打咗一個複雜嘅結。阿二將木盒駁喺繩上，對井口啊一聲，拉上去。上面嘅後生仔即刻用力扯繩，木盒緩緩升出井口。阿二隨後亦都拉上嚟，雙腳一掂到地面，即刻解開繩，攞起木盒仔細睇。盒面除咗生鏽鐵線，仲有一行用刀刻嘅字，字跡已經模糊，但隱約認到係陳氏宗祠，光緒34年。梁師傅接過一睇，手指摸住嗰行字，聲有啲震。呢個係班主嘅字。佢用工具撬開鐵線，打開盒蓋，入面鋪住幾層油紙，油紙入面包住一沓發黃嘅紙張同幾件細物件。阿二將油紙逐一打開，入面有地契、銀票、一封封書信，仲有一塊刻住陳字嘅白玉佩，同阿二喺角仔揾到嗰半塊玉佩一模一樣嘅玉質。
阿二將自己嗰半塊拎出嚟拼埋一齊，啱啱好合成一個圓形。原來佢阿爸留低嘅半塊玉佩，本身就係呢塊完整玉佩嘅一半，而另一半就一直收喺井底呢個木盒入面。呢塊玉係班主嘅信物。梁師傅拎起完整玉佩，手指摩沙玉面。班主當年將佢分成兩半，一半交俾陳德望，話兄弟各執一半，日後憑玉相應；另一半佢自己收埋。後來陳德望吞咗佢嘅財物，連呢半塊玉都唔放過，但佢唔知另一半一直收喺井底。阿二打開書信，一封封睇，信入面詳細記錄咗陳德望點樣侵吞唐大佬嘅財產，點樣買通縣衙屈梁師傅，點樣害冼大榮，點樣霸佔井邊田地，每一件事都有日期、有人名、有銀兩數目，清清楚楚，鐵證如山。最後一封信嘅日期係民國10年，入面寫住：德望兄，你若再不悔改，我便將一切公諸於世，井底之物便是你的催命符。班主真係未死？阿二問梁師傅，梁師傅搖頭，我唔肯定，但呢封信嘅日期係民國10年，即係3年前。如果班主3年前仲寫信，佢應該重在人世，但佢喺邊？點解唔親自出嚟指證陳德望？呢個問題冇人答到，眾人在井邊圍住木盒，你一言我一語，講到亂晒龍。九叔公由人群中行出嚟，拎起其中一封信，用手摸咗一陣，忽然話：呢啲紙係省城榮寶齋嘅信簪。班主如果寫信，一定用榮寶齋嘅紙，因為佢習慣咗。榮寶齋喺省城狀元坊隔籬。如果班主仲喺省城，佢一定重去嗰度買紙。阿二記低呢個線索，正想再問，忽然聽到村口傳來一陣嘈雜聲。眾人抬頭一望，見到幾個身穿黑衫嘅人由村口行入嚟。為首嘅一個身形魁梧，面上有條刀疤，大聲喝問：邊個係陳德望？眾人嚇到散開。阿二認得嗰幾個黑衫人腰間掛住嘅木牌、縣衙嘅布塊。陳德望由祠堂入面被押出嚟，佢雙手反綁，面色死灰，但見到布塊，反而鬆咗一口氣。你哋嚟得好，我正想投案。原來繼早天未光已經派人去縣衙報案，布塊快馬趕到。陳德望被押走之前，忽然掙扎回頭，望住井邊嘅阿二同阿哥，聲嘶力竭嗌：你哋以為贏咗？你哋知唔知？井底仲有嘢未浮出嚟，你哋查落去，只會害死更多人。布塊將佢拖走，胡麻子同阿財亦都被帶去縣衙作證。成條村嘅人圍住井邊，望住陳德望嘅背影消失喺村口。有人拍手稱快，有人搖頭嘆息，有人偷偷抹眼淚。但阿二企喺井邊，望住手中嘅木盒同書信，心入面嘅疑問並未消失。陳德望臨走嗰句井底仲有嘢未浮出嚟，佢講嘅係乜嘢？木盒已經起咗，井底仲有咩？佢再次望落井底，陽光下，井水清澈見底，除咗幾塊碎石同一層淤泥，乜都冇。但佢隱約覺得陳德望講嘅嘢唔係物件，而係人。邊個？戲班班主。佢到底係生係死？如果佢重生，點解唔親自出嚟？如果佢死咗，呢3年嘅信邊個寫？阿哥行埋嚟，拍一拍佢膊頭，細佬，你仲諗緊乜？阿二將完整嘅玉佩掛喺頸上，望住阿哥。阿哥，我哋要去一次省城。阿哥瞪大眼，省城做乜？搵榮寶齋。阿二握緊手中嘅信簪，我要知道寫呢封信嘅人到底係邊個。當晚，兩兄弟坐喺屋門口，對住月光。阿二將呢排發生嘅所有事逐件同阿哥梳理：白手、紅手、蠟迹、竹篾、信、木盒、玉佩、戲班暗號、胡麻子嘅復仇、梁師傅嘅過去、陳德望嘅罪行，全部線索好似一張網，越拉越大。阿哥聽完，沉默咗好耐，忽然話：細佬，你記唔記得阿媽臨終前講過一句好奇怪嘅話？阿二問：乜話？阿哥擰轉面望住佢。阿媽話：你哋阿爸臨死前成日講一個名，陳阿九，你哋要記住呢個名，佢可能係你哋嘅貴人。阿哥搔頭，我當年以為阿媽病糊塗亂講嘢，冇放在心上，而家諗返，陳阿九就係胡麻子，但阿媽點會識得胡麻子？阿二心入面一諗，阿媽識胡麻子，點解佢從來冇提過？佢問阿哥，阿媽仲有冇講其他？阿哥思索，佢好似講過。阿爸死前嗰幾個月，成日收埋啲信，唔俾人睇。有次我偷睇過一封，入面寫住井底之物，可保你子孫平安，署名就係阿九。阿二成個人彈起身，井底之物，阿九。
阿爸早就知道井底有嘢，佢同陳亞九，即係胡麻子，有聯繫，但胡麻子從來冇提過佢同阿爸有來往。阿二衝出屋，跑去地牢想再問胡麻子，但胡麻子已經俾步快押走咗。佢企喺地牢門口，月光照住空蕩蕩嘅石室，心入面浮起一個恐怖嘅念頭：如果胡麻子一直有同阿爸來往，佢點解唔同阿二講？佢到底仲有幾多嘢冇講出嚟？阿哥追出嚟，見阿二企喺地牢門口發呆，問細佬：你諗到乜？阿二擰轉身，月光下佢面色蒼白。阿哥，我哋一直以為胡麻子只係想報仇，但如果佢仲有其他目的呢？如果佢接近陳德望，唔只為報仇，仲為咗揾井底嘅嘢呢？阿哥呆住，井底嘅嘢即係木盒，木盒只係其中一部分。阿二摸住頸上嘅玉佩，陳德望臨走話井底仲有嘢未浮出嚟。胡麻子由頭到尾都冇提過佢識阿爸。阿哥，我驚我哋查錯咗方向。兩兄弟企喺月光下，面對面，心入面同一時間浮起一個疑問：呢單嘢嘅幕後黑手，可能唔止陳德望一個。井底嘅水，似乎仲有更深嘅暗湧未浮上嚟。兩兄弟企喺月光下一整夜，天光嗰陣，阿二終於下定決心：阿哥，我哋一定要去一次省城。我唔信胡麻子就係陳亞九。阿哥雖然擔心盤錢唔夠，但見細佬眼神堅定，點頭應承。九叔公知道佢哋要去省城，偷偷由床底攞咗個錢罌出嚟，倒出10幾蚊銀仔菜俾阿二，拿去做路費，查清楚你阿爸嘅事，你阿媽喺天有靈都安樂。兩兄弟搭船出省城，行咗2日水路，先到咗廣州狀元坊。狀元坊同以前唔同晒，戲班解散之後，嗰條街改成賣絹布同刺繡，得幾間舊鋪頭仲喺度。阿二揾到榮寶齋，間鋪喺條窄巷入面，門面細過祠堂嘅側門，入面賣紙墨不染，老闆係個60幾歲嘅瘦老頭，戴住老花鏡喺度打算盤。阿二將井底木盒入面嗰封信攞出嚟，遞俾老闆。老細，請問你記唔記得呢種信簪？呢3年有邊個買過？老闆接過信簪，望咗一陣，推一推老花鏡，捻住鬍鬚。呢隻只係榮寶齋舊年先出嘅新品，紙面有暗花，你認唔認到？得我哋一間有得賣，買過嘅人唔多，但我記得有一個客，每2個月就嚟買一沓。佢住喺河南嗰邊，行路有啲跛，面上有粒大麥痣。老闆頓一頓，佢話佢姓陳，跛腳，大麥痣，姓陳。阿二同阿哥對望一眼，心入面浮起一個人：阿財。阿財嘅腳跛，面上有粒麥痣，佢姓陳，但佢唔係梁師傅嘅伙計咩？點解佢會嚟買信簪？阿二問老細：你記唔記得佢幾時最後一次嚟？老闆諗咗一陣，上個月啦，買咗2沓，重同我傾咗幾句，話佢喺鄉下幫人做道具，要寫好多信。阿二手都震埋。阿財，佢一直都冇消失，佢一直喺度。胡麻子話佢收買阿財做線人，但如果阿財嘅真正身份唔係線人，而係班主嘅人，阿二將所有線索喺腦入面快速串聯。阿財識得戲班暗號，佢跟梁師傅咁多年，一定學到。阿財成日喺陳家圍出現，佢話係送貨，但實情係監視。阿財俾胡麻子威脅嗰陣表現得極度驚慌，似係扮出嚟。阿財被人救出之後就唔見咗人，佢根本唔係受害者，佢係另一個佈局者。兩兄弟即刻趕返鄉下，直接衝去梁師傅工場。梁師傅見佢哋返嚟，一臉愕然：你哋咁快返，揾到嘢未？阿二劈頭就問梁師傅：阿財呢？梁師傅皺眉：佢前日話唔舒服，返咗鄉下休息，話過幾日先返。做乜？佢係咪姓陳？佢係咪班主嘅人？阿二急聲問。梁師傅面色一變，沉默咗好耐，先嘆口氣：你哋終於發現啦，阿財，佢真名陳亞九，就係班主個契仔。阿二同阿哥呆咗當場。陳亞九就係阿財，但胡麻子話自己係陳亞九。梁師傅解釋：胡麻子講大話，佢就係班主嘅一個普通學徒，根本唔係契仔。真正嘅陳亞九一直喺我身邊做伙計，佢嘅任務就係睇住陳德望，等機會報仇。胡麻子知道阿財嘅身份，想冒認佢嚟獲取信任，然後自己揾井底嘅寶藏。阿哥問梁師傅苦笑：你哋以為木盒入面嗰啲地契銀票就係全部？班主嘅全部財產遠遠唔止咁少，佢將最值錢嘅嘢，一批古董同金器收埋喺一個秘密地方，得佢契仔陳亞九知道位置。
胡麻子一直以為嗰批寶藏收埋喺井底，所以佢先咁落力搞風搞雨，但佢估錯咗，寶藏根本唔喺井底。阿二恍然大悟，胡麻子冒認陳阿九，目的就係要喺混亂中偷走嗰批寶藏。佢利用冼家兄弟，利用陳德望，利用全村人嘅恐慌，將注意力全部引去井底，自己就可以趁機揾真正嘅寶藏。但寶藏喺邊？梁師傅帶兩兄弟行到工場後院，揭開一塊地磚，地磚下面有一個地洞，入面擺住幾個木箱。梁師傅打開其中一個，入面金光閃閃，金器、玉器、古碗堆到滿晒。呢度就係班主留低嘅全部財產。阿財一直幫班主保管，等時機成熟就公開，用呢啲財物起返間新戲班，完成班主嘅遺願。阿二望住嗰堆金器，心入面又驚又嘆，為咗呢堆嘢，陳德望害人，胡麻子說謊，全村雞飛狗走，貪念真係可以令人變成鬼。佢問阿財呢？佢而家喺邊？梁師傅話佢去咗縣衙自首。自首？阿哥瞪大眼。梁師傅點頭。佢話佢雖然冇做壞事，但一直知情不報，睇住陳德望害人，睇住胡麻子搞事，佢選擇咗沉默。呢種沉默同幫兇冇分別。佢話等縣衙判完陳德望同胡麻子，佢會親自出庭作證，然後用呢批財物起返間戲班，紀念班主。阿二望住嗰堆金器，望住梁師傅嘅斷袖，望住阿哥面上嘅瘀傷，忽然覺得一切恩怨都好似井底嘅水，表面平靜，下面暗湧不斷，但最終水總會清，泥總會沉。3日之後，縣衙開審，陳德望因殺人、貪污、誣告等多項罪名，被判終身監禁。胡麻子因冒認身份、造謠生事、意圖盜竊，被判監5年。阿財自首，因悔罪態度良好，被判勞役1年，緩刑執行。陳德望嘅財產全部充公，賠償俾受害者家屬。冼家得到一筆賠償金，足夠兩兄弟起間新屋。結案嗰日，陳家圍全村人聚喺祠堂門口，九叔公主持重新開井儀式。佢將井口嘅石板揭開，灑咗3碗茶、3碗酒、3碗白米，燒咗3炷香，大聲講：井神在上，陳家圍今日仲開古井，此後井水共享，不分彼此，不計前嫌，願井水長清，人心長正。全村人輪流行到井邊，擔起第一桶水。阿二同阿哥企喺最後，等到所有人都擔完，佢哋先行上前。阿哥用力將木桶放入井底，拉上嚟滿滿一桶清水，清澈過玻璃。兩兄弟一齊將水倒入井邊嘅新石槽，石槽上面刻咗4個字：同飲一井。當晚，陳家圍大擺宴席，全村人圍埋食飯，燒乳豬、蒸魚、白切雞，擺滿10幾張台。梁師傅帶住新戲班嘅成員，就係村入面想學唱戲嘅後生仔嚟表演，唱咗一節水浸金山。雖然道具簡陋，但個個睇到拍爛手掌。阿財坐喺人群角落，望住戲台上面嘅白蛇同青蛇，眼濕濕。佢終於完成咗班主嘅遺願。散席之後，兩兄弟行到井邊，對住月光飲茶。阿大摸住新起嘅泥磚屋牆身，傻笑：細佬，我哋終於有間穩陣嘅屋住。阿二望住阿哥，笑住話：阿哥，以後有咩事記得同我講。兩兄弟一齊頂住間屋，月光照落井水，平靜如鏡。阿二由頸上除低嗰塊完整嘅玉佩，掛喺井邊榕樹頭嘅新井神像頸上。神像係梁師傅親手雕嘅，掌心向外，寓意佢貪佢詐。玉佩喺月光下反出溫潤嘅光，好似阿爸喺天上面望住佢哋。阿二望住井水，心入面諗起呢排發生嘅所有事：白手、紅手、謠言、恐懼、仇恨、貪婪、謊言、真相。呢一切到最後都係人做出嚟嘅。鬼怪不可怕，可怕嘅係人心入面嗰隻貪鬼。只要心正，井水就清；心歪，乜嘢鬼神都出得嚟。佢擰轉身，阿哥已經喺榕樹頭嘅石凳上面瞓着咗，打埋鼻鼾。阿二笑住搖搖頭，除低自己件衫，輕輕冚喺阿哥身上。月光下，古井平靜，榕樹婆娑。陳家圍嘅燈火一盞盞熄滅，得返井邊呢盞長明燈，照亮住4個字：同飲一井。故事講完，天地良心。做人最緊要心正，井水清濁，自在人心。